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5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，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升天。今仔日是耶稣基督过活了后第40天，是教会历中间的升天节。过10天就是圣神降临节啦。耶稣基督伊升天对基督信仰的意义到底是甚么？虽然咱讲耶稣基督的历程中间对大降节开始，每一个历程拢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对伫现代基督徒以及教会来讲，耶稣基督的受难、割活、上天以及圣神降临是更较重要的。根据着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基督甲门徒甲因宣告，伊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伊去要将来要求爸赏赐一个保惠师，圣神甲门徒同在。伊不但是赏赐平安，也提醒门徒耶稣基督所教导因一切的，所以就好像亲像保罗所讲的若无割活，咱所传的就枉然；若无割活，就无有升天；若无升天，就无有圣神的降临；若无有圣神充满的甲同在，门徒也毋敢公开来传福音，也安尼。教会也未被建立升天是耶稣基督伫宝座掌权的一个先决条件，是圣神降临的先兆，也是门徒信心被建立的必要条件。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，因为安尼，我一个听到恁对主耶稣有信心。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，就为着恁不时地感谢上帝。我伫基督中间想念恁，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天父，赐圣神互恁有智慧甲启示，通认捌伊。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目，互恁通知。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么？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，偌尼啊丰富。伫咱信伊的人的中间，得运行的权能偌尼啊大。伊有运用这个气力，互基督对世人中割活，搁互基督伫天顶坐伫伊家己的正边。伊伫遐超越所有的统领者、掌权者、权力者、主政者，以及一切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的源头。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下，互伊做教会的元首，统治万有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。教会就要被建立，是成做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是伫世界做见证的使徒。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。后来耶稣甲因讲，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，一定着应验。这话我要甲恁做伙的时，已经有甲恁讲啊。耶稣就开因的心窍，互因明白圣经，对因讲：圣经有安尼记载，基督着受苦难，第3日对死人中割活，佮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。来得到赦罪的道理。
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。人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。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予恁，就伫这个城听候，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快乐。耶稣带因出去，一直到伯大尼，然后举双手甲因祝福。因得甲因祝福的时离开因，受接上天。因就甲伊拜，然后欢欢喜喜转去耶路撒冷，继续伫圣殿称赞上帝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使伊用威严做衫穿；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快乐做大侠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得夜涌，大水夜涌出大声，大水夜涌哗哗号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涌，压过大水哗哗号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。你一定的神性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。我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升天，享受圣神以及永远的活命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